大家係 Vicky，咁啱睇咗一部韓劇啊，叫做《公寓黑風暴》啊。咁其實咧，我都講過好幾套咧慈誠嘅劇集嘅嚇。咁啊，因為我中意睇慈誠，咁所以咧有去做，咁啊都會去睇下啦，睇下可唔可以睇落去啦嚇。咁啊，其實咧佢係一部算係咧算係有少少黑色喜劇啦嚇。咁啊，其實亦都係有一啲黑幫啊、犯罪啊呢啲咁嘅橋段嘅嘢啦嚇。咁啊係講慈誠呢個主角咧，即係叫帶領住一班人就去處理一啲問題，咁啊最後啊打大佬，即係一啲咁嘅公式嘅情節嘅嚇。咁啊睇完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再講落去之前啊，邀請你訂閱呢個頻道啊，多謝你嘅支持。OK， 咁啊首先咧，我自己個人咧就如果有得揀咧，我就唔係太中意一啲有喜劇包裝嘅犯罪啊，一啲即係打大佬嘅劇集嘅。我自己 prefer 係比較 dark 少少嘅劇集嘅，其實嚇，即係我個人嘅喜好啦。咁啊呢部咧就算係一部即係有少少喜劇包裝嚇，咁啊可能即係容易啲入屋啦嚇，或者係即係比較輕鬆啲咧睇起上嚟嘅一種嘅設計啦嚇。咁首先咧，其實就好簡單啦。今次咧，慈誠係做一個咧咩咧？做一個叫做黑幫大佬。咁其實咧，佢就係被一個黑幫嘅養父去養大一個角色嘅設定。咁啊，當然咧大個咗就變成一個咧都相對係有一啲打交嘅能力啦，有一啲管理嘅能力嘅一個大佬。咁啊講係即係直頭係有個地下賭場啊，咁啊亦都係講佢包裝佢咧係收數好叻嘅嚇，即係唔會有人敢爭佢錢，佢一定追到嘅嚇。你爭其他人唔關我事嚇，但係你爭我嘅咧，我哋要用盡方法咧去收到錢咁樣嚇，即係追數好叻嘅一個大佬嚟嘅。OK，咁啊其實好簡單，有一次咧就講咧，因為即係個設定一定係講咧嚇，啲韓劇都好多時係咁包裝，就係啲警察啊就會係即係會係貪腐嘅，係咪先？咁啊，即係政府嗰啲人就貪腐嘅，亦都有啲大財團咁樣嚇。咁啊，佢就俾警察咧起咗佢哋個頭啊，捉咗佢嘅養父。OK，咁而即係養父亦都年紀大啦。咁咧其實咧嗰啲差佬咧嚇，咁啊其實就將佢養父就看待成為一個人質嚇，咁啊因而咧就要即係關押啦。咁條件係咩咧？條件係因為咧啲警察係想加入一個咧貪腐嘅集團嚇，需要100億韓圜嘅資金去參加嗰個集團，就係大茶飯嚟嘅。咁啊要求咧慈誠咧就短時間之內咧籌呢100億嚇，俾嗰啲差佬，咁就放佢老豆。即係其實個 mission 就係咁樣。OK。咁啊死啦！100億嘅唔係少錢噶嘛，係咪？好多錢下噶嘛。咁佢就諗喺煩惱之際咧，咁佢就從一個債仔嘅口中咧得知，原來呢個債仔點揾錢咧？其實咧因為其實都有少少似啲大城市一啲大型嘅 apartment 嘅大型公寓，即係啲大屋苑即係有1萬幾千戶，好多戶。咁啊，一定係有一啲咧所謂嘅。嗰啲叫咩咧？係啲管理費啦嚇，咁啊有啲叫做維修嘅基金咧，其實嗰度係咧好多錢嘅，即係上百億韓圜嘅錢嚇。咁啊，而咧如果你識得入去揾呢啲錢做啲維修啊，去管理到呢啲錢咧，你就有機會咧就 cap 咗呢筆錢。咁啊有機會揾到呢100億喎，咁啊揾到一個方法。OK， 咁於是咧咁佢咪其實咧就喺過程之中咧就係除咗自己嗰幾個兄弟即係好幫手，咁亦都咧係籌集咗頭先個債仔，再去揾一啲其他嘅人咁其實咧個設計咧就係佢要扮一個家庭，就進駐入住呢個大型嘅屋苑，繼而咧就盡辦法去參選作為一啲居民嘅代表咁最後亦都有機會咧接觸到呢啲維修嘅基金，係咪可以侵吞咗佢，作為救佢養父嘅一個機會？其實就係咁樣咁於是咧，即係喺個設定裏邊咧，就即係充滿咗好多喜劇嘅元素啦。譬如佢籌集呢一班人變成一個家庭啦，咁啊當然就又要揾一個即係假嘅老婆啦，係咪？咁啊有個
由老豆啊兄弟啊咁去進駐一個 apartment，繼而就可以參選，即係一個咁嘅開局。咁當中咧，即係喜劇元素就係佢點樣用方法咧，去令到啲居民去 buy 佢啦嚇，跟住繼而去選佢成為呢個代表啦。咁啊，亦都繼而咧可以接觸到呢啲喺屋苑裏邊嘅一啲嘅管理嘅層面啊嚇，即係可能同管理處deal啊，跟住點樣可以接觸到呢啲戶口啊，去見到啲戶口，點樣去攞到啲戶口，繼而就諗住就成功攞咗呢100億咧，就去救佢養父。咁樣咁啊，可以想而知呢個設定咧，就係一啲充滿咗好多即係喜劇嘅元素啦嚇，一啲叫搞笑嘅設定啦喺入邊啦嚇，咁樣。咁啊，當佢咧進入咗呢一個圈子咧，咁佢亦都發現咧，原來咧呢一筆嘅巨款咧，只係咧帳面上存在，其實喺戶口裏邊咧係差唔多係冇錢嘅。OK， 咁啊，於是咪發覺一個龐大嘅一個陰謀啊，或者係一啲嘅原因喺後邊啦嚇，咁啊變咗咧，佢咪有一個再巨大嘅挑戰啦，係咪？咁啊，而且咧頭先講過開頭咧，係咪話一個龐大嘅大茶飯集團咧，涉及到啲官啊、一啲嘅警察啊、有咩呢啲大財團啊喺後邊操弄緊一啲嘢啦，咁啊變咗咪將呢一套劇咧由開頭嘅一個咁嘅救養父嘅設定咧，就變咗一個更龐大嘅對於主角呢一班人咧更加巨大嘅挑戰嚇。咁由於咧亦都係咧同即係個屋苑裏邊嘅一啲嘅居民一啲日常嘅生活嘅一啲小細節裏邊咧，就somehow產生咗一種咧莫名嘅正義感嚇。咁啊亦都將咧本身選去做一個代表呢個嘅使命咧就即係層次提高咗啦。咁啊變成咧就最後即係打大老虎，即係一種咁嘅劇情嘅發展咧。其實 OK。咁啊，呢部劇集咧點樣咧即係好唔好睇咧？即係我覺得佢係當然係一種好韓劇嘅公式嘅即係一班即係好貪腐嘅又有財團啊，跟住咧就係即係因為一啲原因就要去撲滅呢個大嘅壞分子嘅集團啊，咁樣嚇。咁啊，佢用一種喜劇包裝。咁頭先講我自己就麻麻啲喜劇包裝先嘅，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咁啊 ，anyway， 咁佢都 OK 嘅。咁裏邊啲人嘅演法啊，都係即係生動有趣嘅，其實嚇。咁而且咧係我反而覺得呢套劇嘅當然佢都有好多嘅轉接位啦嚇。咁好嘅地方咧，我覺得佢咧今次呢個奸角咧就阿朴炳銀呢個奸角咧，其實深刻係一個幾高明嘅，都係聰明嘅一個奸角嚟嘅嚇。咁而家佢嘅演繹方法咧就係一種咧就係表面上係你估唔到，即係齋測唔到佢嘅諗法啊，咁但係亦都係充滿住冷血啊，充滿住心狠手辣嘅一種演繹方式嚟嘅。咁我覺得佢都演得幾好嘅。咁而且somehow呢套劇咧，亦都講呢個奸角咧都聰明嘅時間幾長嘅，即係由頭到尾咧都係難對付嘅。咁啊當然亦都講咧，即係中嗰邊咧慈城裏邊呢班人咧都唔蠢嘅嚇。咁你當然亦都係好多難度啊，好多難關要去挑戰啦嚇，即係咁樣嚇。咁就唔係話太過肥皂劇，即係話嗰個奸角係好鬼渣嘅，俾人一錘錘揼落去冇得反擊。其實唔係嘅，咁樣都鬥到底嘅。其實嚇，咁呢個即係增加咗個追看性啦，我覺得嚇。咁呢方面都係唔錯嘅。咁啊，係咪好上乘就唔算係咁，亦都唔OK 嘅，咁幾生活化嘅。咁啊，佢起碼係講一啲即係屋苑嘅一啲嘅趣小趣事啊，一啲生活啊咁樣嚇。咁啊，真實性有幾大咧？即係整體喺即係譬如喺佢嗰個管理處嗰個制度啊，或者係咪點樣管理嗰啲資金嘅一個制度？咁當然係冇一啲好詳細嘅解釋啦。咁但係亦都可能係係咪完全真實？咁亦都係唔知啦嚇。咁即係當佢係啦嚇，只可以咁講啦嚇。咁佢亦都諗到呢條橋，咁亦都係即係將一啲平時我哋睇韓劇嗰種即係一個人去挑戰一個大集團嘅
設計咧就擺咗喺一個即係一般人都會嘅居住嘅環境咁樣，即係咁情況。咁所以我覺得係佢娛樂性係有嘅，追看性都有嘅其實嚇。咁啊係咪好精彩咧？咁係 OK 啦，我覺得係即係唔會覺得即係爛尾啊，咁都 OK 嘅，即係唔會覺得好嘥時間咁，亦都唔係，即係我係 OK 嘅。咁所以咧，如果呢部劇咧5粒星滿分，我係會俾2粒半去到3粒星。